台北市有3个关键疑似收人的钱，甲警方起查的专案内容，泄露予万华区做电动的业者。3个关键有一个共同点，过去拢捌伫个大安分局服务过。目前3个关键2个方申请收押，一个请回，这个电网的业者4个来交保。 提批报的嘉宾李家头，伊是万华分局行政组设定的组长。今日早起放送到北检候审，前一天北检兵分19路，将伊甲2个关键带登的约谈。 表情严肃，拢无讲话。本案大队涉外组员红所约谈，以后检方怀疑作弊抽逃。北检日前侦办其他案件的时候，就发现竟然有业者先掌握到情资，疑似就是由警方内神通外鬼将这个查缉计划泄密给业者，才让他们好事先做预防。 涉入的案件是段南所接到台北市警察局督察室警机小组的成员，负责查台北市电动加色情的案件。伊之前伫大安分局，佮因为甲日本学生盗窃卡邦甲护照，互警市长霍荣斌表扬。 涉案的3位警察，虽然目前拢伫无共单位，也过过去拢是大安分局的同事。检方锁定涉外组员涉嫌作弊抽逃，疑似收电动业者的钱，互设定的组长。边境违法违纪案件，经主动调查，秉持警纪警办之立场，依法严处，绝不宽待。 涉内的业者无电动经营营业证，所伫广州街开设跋筊基地，疑似甲环境污水降压证书，才会当顺利被查缉。问为了后70万交保，伊店内3位员工甲会计分别是以30万到50万不等的金额交保。非法的电动业者高级环境经济的问题，马搁再互外界放大检视。 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